啊，是无伴奏，咱拢会使来学老主哦哈。咱要来感谢咱的主，来，咱来领受上帝应允，请。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老你的名。伊要保佑你大阮的纪念，也要唱我学老你的公义，也要我有恩惠，有怜悯，无快快生气，大大有慈爱。也伫即个咱要来祈祷咱的上帝，来学老这位主，伊有大权力，伊有赦罪之恩。咱若是有无好的所在，咱会当到主来面前来认罪哦。咱到底来学老感谢认罪，哈利路亚，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学老你，互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会当来大声来学老你，因为主啊，阮知阮的生命贵是对你来的，主，阮也知影这个节期，主啊，中秋的节期，阮要来感谢你，主啊，你互台湾四季也有春夏秋冬，阮秋冬，主，阮要感谢学老你，因为主你不管是啥物节期，主你拢真多，阮会保护甲保守。赦免阮的罪，主，阮感谢学老你，感谢你听阮，互台湾这块土地有四季，特别是互阮有中秋，这个节期，互阮搁一遍想到主你的疼，嘛想到主你对阮处理的来的恩典满满，互阮伫团圆中间，主，阮搁较知，主，阮你要想使互阮有甲人的关系，有甲主你的关系会当相合，主，阮感谢你，你。应允阮，认阮的罪，主你就要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不义，是要互人知，你就是主上帝。互阮阁会当重新阁一遍的机会，互阮重新阁来，阮感谢学老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国家诚实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互咱的命令，嘛是互咱的权柄哦。咱要斗阵来领受上帝话，请。永远的上帝做你徛起的所在，永远的手伫你的下面，伊伫你的面前赶对敌，各个毁灭伊。以色列安然徛起，雅各的户的家己带伊五谷甲酒的地，伊的天也伫落水。以色列人，你有福气，之水亲像你，这个予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伊是你的盾牌，保护你，是你荣耀的刀剑。你的对敌要投降你，你要打伫伊原的所在。以色列人，你有福气；台湾啊，你有福气。有你姊妹，你啊，甲我有福气，阿妹吗？因为上帝要真做咱的拯救，要真做咱的盾牌，要保护保守咱。遐对敌无法度对咱安怎，因为咱有上帝保护。兄弟姊妹，咱需要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这个城市。咱有感觉拍开电视安那乱吵吵，一日干嘛呢？吵吵闹闹。咱有听见无？有听见吵吵闹闹的，请举手。有看见的，请举手。阿门，请下。有听见、有看见，上帝就讲，你就爱祈祷。若无看见、无听见的，我袂听、我袂听、我袂看，你嘛爱祈祷。刚好，玉玲姐，你伫外头，无看见、无听见，即摆应验无顺便邀请你。不管你有听见、有看见无，咱的台湾需要祈祷。刚好，咱若看见、听见，咱毋是用嘴来批评尔。咱来举起咱的手，为着咱的这块土地，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请咱大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主啊，这块土地，主啊，何种福尔摩沙，就是主啊，你听到，主啊，你听到这个所在，主啊，万民拢要来尊敬这个所在，请最好乐的所在，主，你亲自来看命，我们来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听台湾这块土地，
主啊，你兴起蔡英文，即马是真侪台湾的总统。主，不管阮是毋是捌斗过伊，不管阮对有满意无满意，总是主，阮要按照你的命令，主，阮就要来为这个团队来祈祷。这个假期，咱的总统的团队去甲淡水，主就是北部福音的起头，马街起头的所在。伊嘛进入甲淡水顶落教会，主啊，阮知主人袂话，总是你话。恳求你来感动伊的心，柔软伊的心，互伊知影爱谦卑，互伊知影有一位上帝疼伊、疼台湾这个土地的上帝，伊爱来挖靠，互阮会当真做一个国家是行公义、好人民，存着谦卑的心，甲主来同行的国家，互全民拢来归向伫你。主要恳求你，真做台湾的主。主啊，恳求你来掌管。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来为着咱的需要，这是咱的主听咱，所以咱嘛为着咱各方面的需要，咱要来祈祷。咱嘛先来领受上帝话，请。心智唔通贪财，掠所有的做教业，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所以咱通好胆讲，主就是帮助我的，我无要惊吓，人要啥法度我奈何？情应带恁用上帝的道理传予恁的人，恁就算效因。看因行做的结局来合因的心。耶稣基督查日今仔日共一样，直到世代，主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各方面，心灵，也是咱的婚姻、咱的感情、咱的工作、咱的学业。兄弟姊妹，咱若受这方面的需要。咱需要有人甲咱斗阵来祈祷的，请咱拢会使起立，咱一个牧者团队，甲咱的穿紫色背心的，会去甲你的边啊，甲你斗阵来祈祷。兄弟姊妹，咱勇敢起来，起立，有需要请你起立，咱斗阵三角大声开嘴，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应允阮会当大声到主你的面前，你来讨取。恳求你来祝福阮，因为主你看见阮的需要，主啊，恳求你亲身来帮咱。哈利路亚，主，恳求你来。感谢你听见阮的祈祷，因为主你家己应允阮，爱将一切的烦恼放伫主你的面前，你要怎做阮永远的平安甲盼望，愈去阮心中好毒，也是万分，享受互阮有听甲饶赦人的亏难，因为主伫你的听的内面，主。阮会当有十足的平安甲喜乐，互阮对遐个限制阮的罪，以及遐个死亡的关系，身躯的痛痛，主互阮得到完全的医治。主，阮感谢阿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等一个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来到底来领受上帝话，请。就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
恁受着真多一体，也是为着这个，搁着感谢，着互基督的道理，伫咱因为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上帝的父，三架是三颗壳，对稳定伫心内的人来学乐上帝，高举所做的。也是讲，也是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的上帝。咱要为着主日来祈祷，为家己以及咱教会咱有伫灵命的成长，嘛为着第2项10月初6，咱要召开临时和会，要选3名的会长老，5名的执事。这礼拜拜4，咱的德福关怀据点乐龄咧户外一个关怀活动恳求上帝甲遮长辈应该遮逐工有2台车都拢需要上帝亲身来带领，嘛为着咱的财务部，互咱所做的会当真互人看有，搁会当有一个公职，会当一个公开互这个世间的人因嘛会当互因得到因的一个信任。恳求上帝加添，予咱智慧，请咱起立，咱要为着咱等一个拄则遐个代志，以及咱家己等一个所要领受的，咱三角举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你是阮一个主力，主你是主力，就是要训练最新，主啊，你要互阮伫遮。感谢你设立主日，是一礼拜开始，互阮专心一意分别做圣，互阮伫遮来学乐来敬拜主。主，阮嘛领受上帝你互阮的话语，阮嘛照安尼去行，将做阮的帮赞。主，恳求你伫教会中间各种的事项，特别是伫阮拄则所提这几项，主恳求你互阮。领受你的恩典，阮就照你所行来活出听，保护保守阮所做的，会当荣耀上帝，对人有利益。阮若要照雅比斯的祈祷，阮要斗阵安尼来祈祷，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护我无拄着患难，保护我无遇到忧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搁我的肉体也要藏伫暗网中。你捌用活命的路指示我，要互我伫你的面前满心快乐。现在咱只是要用欢喜的心、喜乐来唱一首歌。喜乐的旗来学乐咱的主，请咱做伙来拍鼓啊！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歌鼓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歌鼓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喜乐的旗，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歌鼓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歌鼓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喜乐的旗，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
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基地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喜乐的旗对头来，喜乐的旗对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旗对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来高举主，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徛起。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那时刻好乐饮食，满心平安真得意。为天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欢欢喜，听着主唔通放弃，就你快乐，永远通伫主快乐。第一再过来一遍。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那时刻好乐饮食，满心平安真得意。为你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弃，就你快乐，永远通伫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那也无通伫快乐。你主好听伫我心，嘴要紧地开声音。为你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弃，就你快乐，永远通伫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山途，踏在耶稣的脚步，为你主甲咱带路。为你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弃，就你快乐，永远通伫主快乐。哈利路亚！阿门。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伫天边的主上帝。请坐，请坐。对主的人要有幸福，咱感谢主，伊赏赐予咱的疼是极大佮极深的，咱着倚靠伊，伫咱的一生中，将伊的疼
来活出来，互更较侪人来明白，来认捌主。请咱做伙来活出听。有一款听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一回头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这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互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听。有一款听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一回头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这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互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爱。一款听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一回头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这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互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听。耶稣的听。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互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听。搁一摆来宣告讲，耶稣的听。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互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听，请咱做伙。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听，请咱做伙向世界，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听。听完的阿爸，愿感谢你，主啊，你就是听，主你的听来点着阮心内的火，会热热的火。主啊，互阮的生命中间，虽然会拄着真济恶担当的，也是真济，阮也毋知影，阮无确定的，阮的行，总是主，
你搁一遍透过今仔日会早的敬拜，主你搁一遍甲阮讲，你要甲阮伫地，无离开阮，主你是阮的牧者，阮就拢无欠亏。主你是阮的牧者，主你就要行，带阮行过人生中黑淡长，甚至是死亡的阴谷。主你嘛甲阮伫地，互阮会当行出迄个困难。主你互阮行主你要阮活出来款式，就是甲主你一样。阮今仔日下早的敬拜阿乐，拢正做芳的祭献互你，将荣光归伫你。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来吟圣诗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请起立吟全首。全能搁听阮的天父，浩瀚强冲一望无际，深渊大海，深阔无比。你用手心量这个水，用手虎口量强冲，用斗把大地涂粉，用称称山岭，用天平平山头。无人会当测度你的心，也是做你的魔术来指教你。万百姓亲像水桶内一桶水，搁亲像天平顶的尘埃。你摕这海水起来，亲像极美细米，黎巴嫩的树林，无够野通做火柴，其中的走兽也无够野通做烧者。
万百姓伫你面前亲像无物。你创造地极，拢无野神，你的智慧无通测度。野神的，你互伊能力；软正的，你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野，也会仙；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你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并要亲像鹰鸟偏息飞悬。因走也无仙，行也无野。艰难来的时，你就要为阮征战。全能的爸，你是生命主宰，阮的一生是你所定的，阮无法度用任何的方法来延长阮的生命。伫阮有限的生命中，阮有哀惨的时，有跳舞的时。当阮哀伤的时，求你安慰灵怜悯阮；辛苦病痛的时，求你医治阮；欠亏时，求你甲阮补足。但是有时不尽人意，阮知这有你的旨意，阮只有顺服。迄时求你，互阮有正面的思考，勇敢来面对，伫艰难中来显现出你所想事的智慧。亲爱的主，阮搁一过带着罪来，求你赦免，互阮来甲你亲近。阮也带着感谢的心来敬拜你，求你接纳阮的敬拜。阮伫领受你的平安、喜乐、甲福气的时，阮要来宣扬你的救恩、你的美好。这时，阮特别为着阮的教会财务部来恳求。阮的财务同工、顺正长老、文下长老、家臣执事、议会干事，互因有健康的身体，甲你想事的智慧，来处理阮教会的财务。互阮有健全的财务制度。阮的财务部最近要向市政府来申报106年甲107年的财务签证，由你保守，互这个签证会当顺序来通过。也阮伫新的年度、新的过计年度结算、预算各种的报表，要重新编排。求你保守，互编排会当顺序，也求你圣神感动，互兄弟会当持守奉献，逐人照伊心内所定着的，无伫烦恼，无伫勉强来奉献。因为欢喜提出的人，你要听伊。即礼拜6日的户外关怀活动，甲青年牧区的定期会，也求主你掌权，互这时间拢当顺序。阮伫10月初6要召开临时会会，来选出3个长老甲5个执事，求你保守甲祝福，选出你所要用的同工来协助教会的上帝。这祈祷，阮这祈求，尽忠来排列。愿你成全，愿主你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所谓的启用，启文第37。箴言23篇23章，启文37。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嘴若讲正直，毋通嫌善歹人，将来一定有永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咱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要互你的爸母欢喜，
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我接听张文华姊妹来献诗。接咱来看上帝的话，22日《希米记》第4章15节到23节。来去汉日本第518页，其他版本请看银幕。《希米记》第4章15节到23节。《希米记》第4章15节到23节，跟着我来读。你得听见，阮已经知，搁上帝也破坏因的计划，阮就拢倒转来到城墙遐，甲人做因的工。对迄点了后，我的奴仆一半做工，一半举枪、赶灯牌、举弓、穿盔甲，官长拢徛伫犹太众人的后面，去城墙的
担地的各担因的担，一手做工，一手举军旗，去做大家陪倒，照安尼来去做。阮小觉个伫我身边，我甲遮贵族、官长甲其余的百姓讲，即个工看大，咱伫城墙顶分开3年不止远。恁无论伫倒落，听见小觉个声，就着自责来到阮遐。咱的上帝要替咱交战。阮安尼做工，因的一半夜枪对天浮光到有星出现的时，迄时我阁甲百姓讲，逐人甲伊的奴仆就歇眠伫耶路撒冷的内面，通眠是保护阮，日是做工。安尼，我甲我的兄弟、我的奴仆，甲对我的护卫兵，无一个脱衫。出去抢水的，也逐个举家私以上。我接请何永业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复仇终结者。兄弟姊妹平安，中秋节快乐！啊，大家有食月饼啊无？有大颗啊无？有，感谢主吼，真健康，有食到会大颗啦吼。啊，若有食佫袂大颗吼，咱就爱烦恼啦吼。啊，咱嘛来食上帝予咱的话语，特别是伫中秋节的时阵，咱要搁一遍来尼希米来学习吼。啊，应验牧师来讲一项啦吼，拄则吼，咱有听到即个姊妹吼，伊号做张维。咱有个人吼，感觉讲足好诶，安那拍波啊着，有诶咯，做礼拜袂使拍呢，到底爱嘛无爱拍吼？我今日伊5岁吼，嘛有诶人，因为咱德福吼，咱关怀剧，咱乐龄遮侪人拄啊信主，即礼拜嘛有人问我，讲牧师啊，人迄练啊遐辛苦吼，咱啥袂使，咱哪会遮尔迄落当酸啦吼，无爱共鼓励一下安尼吼。因为牧师小可说明一下吼，咱伫教会服侍吼，咱就是然后咱若有鼓掌吼，咱嘛是来学乐咱的主吼。所以你若有感动鼓掌无问题，你若是无迄落鼓掌嘛无问题吼。只要讲咱遮阳光拢归互主吼。安尼咱就要来看，咱今仔日要来学习啥物代志吼？我毋知影你有即个经验无啦？特别是伫即个过节的时阵，咱有转去南部有去佚佗啊无？咱开车吼，排都塞车吼。哪会我排即个那较慢对无吼？迄个较紧，要煞毋煞呢吼？排队的时阵吼，无好啦，甲切你这边。当咱切过时，就发现讲咱本来排迄队，佫开始行，而且佫行较紧。咱有即个经验无？有吼，足大声的，有有足气的吼。佫有咱要出门的时阵要找手机啊吼，要找迄个锁匙啦。哇，安怎找着安那？找无，结果拢会伫咧倒位找着。头一遍去找迄个所在找着，你会感觉足奇怪。我哪会拄遮路找过，哪会安那？哪会找无着？佫有迄物件吼，你要用的时阵安那？拢找无。若无爱用的时阵，伊拢安那？遮大声我知吼，大家就有即个经验。佫一个经验是啥物？就是真奇怪吼。中秋咱逐边拢会转去团圆吼，总是真济时阵，团圆了有时间，应该大家爱来享受，爱来开讲。但是讲来讲去，尾啊佫变安那？冤家。有哦，气甲要害去。好，你甲我会记哩。我吼下次10倍奉还。甲我会记哩复仇者的心吼。其实这吼，大家拢会安尼，大家拢有即个经验，就可见伊是一个定律。即个华语叫做墨菲定律，就是讲即个军人吼，伊所研究的因为因当初咧做即个太空的即个设备的时阵，因发现讲有一项的动作绝对袂当毋对。叶一个叶啊吼，因为你要去太空吼，叶毋对吼，迄个会解体安尼。甲因讲这袂使毋对，袂使毋对，结果叶了安那？伊连伊家己嘛叶毋对。这就是人生，所以尾也就发明着即个
发明着即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简单来讲，就是任何代志安那，拢无表面看起来遐尼简单啦。咱知影最近即个亚马逊即个雨林大火咱知影2礼拜前 G7 开会的时阵，各国的领袖安那，有一个国家法国的总统讲，咱会来甲巴西安那救济一下。你知影巴西总统安怎讲？免啦，恁家己去救恁家己欧洲的森林就好啊。你是安怎叫阮巴西爱担起全世界之什么喜呀？就是因为安那，因有雨林。是安怎恁家己无爱？叫阮，恁拢去趁大钱，恁拢叫阮买。甚至安那，恁家己有法度预防的即个火烧去迄个教堂，恁是安怎家己无法度防止？搁恁想要来教阮巴西安怎做，要安怎治理国家？免，兄弟姊妹，咱知影这是足复杂的，安怎复杂？其实因拢家己放火烧的啦。是安怎因要放火烧？因为因想要甲遮烧了后，要开始种啥物？大豆嘛。种大豆创啥？就中美咧创啥？贸易战争。中国讲，你若不爱互我大豆，免，我无要甲你美国，伊甲啥物买？去甲巴西西弄，搁去甲非洲讲，恁遐有雨林地，去整理，通好来种啥物？大豆嘛，而且迄种起来大豆足肥美，兄弟姊妹，足侪代志，毋是你背后面看起来遐尔简单而已。这就是墨菲定律讲的一项代志。所有的代志拢比你所预定的时间爱搁较长的时间。即礼拜咱就知影，反送中已经收回，总是安那会煞袂煞？袂煞。会出错的总是会安那？会出错。咱好不容易去买一张票，要转去。哇，这足重要爱甲放喺地，放喺上重要所在，才袂安那放弃。总是去较火车头安那，较找都找无。哇，奇怪，都毋是特别较放啊，哪会找无？这就是墨菲定律。你若烦恼的代志，安那搁较会发生？真奇妙哦！咱今仔要讲这个题目，第1场，咱敬拜嘛出册。这咱无诶，第2场咱嘛安那，小可安那，拄敬拜歌咱嘛小可出册这是上帝心意，甲咱讲安那，人袂搞的咱毋是干那安那，参巴拉人外地来讲之理，毋是干那外口诶人，即个敌人草地来尔这有通是这参巴拉是安那，咱家己内心特别是因为人的罪性。人的灵性，咱拄仔已经看墨菲定律，所以互咱的灵性不如意的事情偌济，咱爱先知影，8九是安怎来？除了人的罪性，搁有拄仔咱讲的墨菲定律，所以咱搁较需要一位安那永远袂错的上帝。咱来看。即几礼拜咱就开始讲，尼希米开始安那，当去要去围墙的时阵，哇！遐外族的人当然安那看袂落去，互你起起来还得了啊！本来耶路撒冷就伫个真安那真易守难攻的所在你即马城墙搁互你起起来，无阮后边是要就无法度欺负恁啊！阮后边就无法度凊彩阮安那，所以安那真气足侪。敌人来的，顶礼拜有无书嘛讲，即个敌人敢干那是外口来的尔，也是内面的人嘛有哦。后礼拜有无书要讲正面对决，即个人就是啥？毋知，恁后礼拜来你就知影。搁有啥物？有可能是你家己。今仔日咱就要来讲，安尼咱人生中即个参巴拉是啥？咱要安怎来做咧？所以咱今仔要知，上帝要介入，要甲咱斗阵，来面对这困难。总共来讲，简单来讲，今仔日咱所读的，就是伫今仔日第4章以前，即个咱的即个敌人听见，哇，因要安怎来攻击即个尼希米的即个心意，阵仔去互流失去啦。嘛看见讲因即个计谋去上帝破坏，因就决定安那，今仔经文一开始就讲安那，不来了。
当然嘛，我计无啥物货，你拢知影，我搁来哪有意思？恁都袂安那，恁都袂互我攻破，恁都袂成功啊，所以敌人就无要来啊。啊，那咱呢？尼希米今仔经文一开始讲安那，因就转去甲家己的城，毋是放轻松哦，是安那拍拼做准备，因为这次不来，即遍无要来，后次会搁来袂？会。因毋是会来尔，甚至因会安那复仇者联盟哦，因会相夹，吼夹斗阵，吼歹的人、作恶的人，因会夹斗阵来。总是咱有忙无？咱敢无法度解决遮个？总是歹的，敢有法度？咱敢有一个复仇者，一个终结者会当袂？会当？啥物人？就是听咱的上帝，伊绝对有办法。而且伊来伫个咱即个性命中间，咱毋是坐伫遐尔，咱透过祈祷，敢若尼希米讲的哦，吼，伊不断的祈祷，上帝有主权，总是伫咱即个改革中咱嘛知，咱一个中者就是人嘛有责任。上帝有主权，咱人就有责任。安怎讲呢？咱对几礼拜前，咱有搁讲，咱搁一遍来看。吼，伫咱的性命中间，吼，咱若是敢若尽家己的快乐，无求叫上帝，安尼就是无上帝，无神主义，安尼你就真可惜，因为你一定会拄着真大的困难，因为人有限，人出生就是惊死亡，安尼人要哪有亡？绝对绝望。总是上帝互咱伫有限的性命中间，咱甲伊连结，咱就有无限的快乐，有无限的望。所以咱伫人生中间爱祈祷上帝，总是咱祈祷上帝若讲，干那伫咧遮敬拜祈祷有够好，总是拢无要准备，无要拍拼，有效无？真可惜，你无大胆行出去，大胆奉主的名活出上帝要互你改变，安尼嘛是真可惜，嘛毋是主的心意。你若讲上帝已经要拯救即个人已经有定啦，上帝要拯救啥？要人民啥？上帝的心意嘛毋免祈祷，嘛毋免去传福音上帝上大，听起来敢若尊主最大吼？毋是，上帝毋是爱咱安尼，上帝爱咱安那，伊有主权，伫有限，伫伊限制内面，咱活出迄个无限。咱要安来甲主来合作，尼希米就是安尼哦。伊毋是干那祈祷尔，兄弟姊妹，你有困难，亲像今仔日尼希米所拄着困难无？尼希米咱干那来甲第4章后壁阁真精彩。兄弟姊妹，所以咱今仔就好好来甲学起来，互咱明捌即个复仇终结者就是有疼的上帝，因为疼的上帝，伊要启示咱，互咱知影咱人倒位无对当，互咱知影会当来反省，毋是干那咱家己，甚至咱即个教会，咱即个团队同款，咱若毋知影家己毋着咧所倒位，无觉悟起来，安尼咱永远就袂成长。伊若无说捌甲一个人，恁若有捌听，定来听，伊若无说讲，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无？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吗？有听过伊若无说安尼讲的人会当举手袂？哦，谢谢，这拢足好的同工。请问你的回答安那？丽珠，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你的回答安那？有可以帮助的，你就一一讲出来对无？永成呢？有啥物会使甲你斗相共？你安那用？好，谢谢。我捌讲讲，有什么需要帮忙，请你跟我讲。伊安那甲我用？伊讲，我敢有较差？我敢有较差？需要你甲我斗相共？你拢无信任我？你还信任我？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安那人的心。受伤的心，咱来应啥？咱就知为伊来祈祷，毋免讲啥。顶礼拜牧师有讲嘛，咱若拄着恶担当的人诽谤你安那，为伊来祈祷，咱就会讲哦，
上帝，互每一个人心中无共款，吼。啊，咱团体嘛共款，倒位无对答，无要紧，知影上重要。应验无书常常讲，改变从察觉开始，改变对倒位开始，醒悟起来开始。你还知影家己倒位毋对啊？人生毋对的所在是正常啦，莫非顶日拄则讲的，无如意是十之八九啊。这是正常的，总是咱爱觉悟，觉悟咱就爱来受训练，来调整。搁一个平衡了后，咱搁拼落，拼落的中间会搁发现墨菲定律嘛，吼，会搁毋对，搁出错的所在，无要紧，搁改一个，吼，互相搁改一个，搁进行，哇！所以咱着爱安怎做？一边来祈祷时，咱信心来出发，踏出咱的脚步，毋是干那祈祷尔。里面伊真有智慧来解决代志，特别是遐个歹人啊，吼。第二章会讲，伊伊拒绝，无爱互遮来影响伊，吼。伊讲恁若是无要参加，恁就无份啦。上帝嘛无纪念，第二章了后，因就召遮一个领袖，来，咱来起做。你希望搁一遍甲人讲，咱来管理家己的时间、气力、身躯，甲啥物才能，咱就爱安怎来做，对咱家己先来开始。因也无出对遮分享的，若是有一个人伊的性命甲你袂对答，你定甲伊袂好势，华语青年讲很难搞啦。你着知影，即个人特别是若是兄弟姊妹，你厝的人。你着知影，上帝伫伊生命中的刻度，即个时间还未到。你对待伊爱适当的态度，咱才会无快生气，甚至咱袂生气，咱的灵敏，咱会为伊来祈祷。亲像应验无书，我讲我有遮差吼，我着知影伊受伤，伊伫生命的刻度内面伊即个坎站尔，咱就有一个灵敏的心为伊来祈祷，咱有适当的态度。对倒来看，第3章第50当一遍啦，应验牧师咧讲，做伙来，有人做袂来对无？有的人做会来，搁去共因2份，就是即个人。提哥亚人去共因2份来修理，总是干出一支，即个意思就是安尼。伊无要打呢，伊叫上去。叫细汉的，恁兜有细汉的哦？吼，阮兜定定。叫大汉的，叫第二个叫啥？14。第3叫啥？叫因阿爸，因为甲师奶。爸爸吼，兄弟姊妹，咱伫生命中有人恶担当，是因为伊的生命坎站还袂到安尼的时阵，尼希米是一个真好的领袖，总是伊竟然允准即落代志发生啊！有的人就是无要做出一支喙，咱有拄着安尼人无？我来斗相共，我来斗相，结果有名无无实。有人翕笑吼。兄弟姊妹，应验无说，咱同工中间，伫家庭中间，伊的刻度，伊即马就是即个坎站尔啦。所以咱对待伊有适当的态度，因为伫神学家尼布尔伊安尼讲。恳求上帝，你互我知影有啥物会当改变，倒啥物种是袂当改变，团体嘛共款，互我尽力去做遐会当改变的。袂当改变，我是先甲伊相安无事。等甲伊即个坎站过，哇，生命就无共啊！所以恳求上帝，互咱有智慧，知影啥物是通改，啥物无通改，特别是伫咱教会团体中间。所以咱来随时来祈祷，来专心来信靠主。你希望伊定定祈祷呢？伫咱教会中间，咱嘛是有即个权柄，咱会使定来祈祷，特别是对迄个歹人啦。咱无需要教人讲咱咧祝福咱这歹人，哪有可能咱祝福落去啊？莫甲伊落骂就真加在啊吼！对，先莫甲伊落骂，先当礼拜讲咱先先沉默，为伊来祈祷。为伊祈祷对遐个歹人上好听伊方法，就是毋好互伊搁做歹。安怎互伊毋好搁做歹？咱为伊祈祷了，伊若真正违法，咱爱报警啊，是毋是？吼，咱着爱祈祷互伊落台，毋好搁选伊。
咱有足足的方法，恳求上帝来帮助咱，毋是干那祈祷尔，互咱真知影要安怎，咱的责任是啥物。咱既然知影错误是难免，困难嘛袂通免的，所以咱就爱祈祷上帝爱守望，咱派人来守望，而且日夜拢爱守望，而且毋是干那守望尔，咱搁爱安那去做工。伫当礼拜经文就讲，咱看到遮有个人已经无力啦，无法度啊，安尼咱就爱调整。当礼拜咱有无事讲，咱就爱调整，爱改变改变咱的即个制度，也是咱要来安怎来一边来去做，一边来有方来帮助，尽咱所有的。伫当礼拜上尾嘛讲，有人就来求讲啊，阮遐足危险啊，阮会惊啦。伊安怎讲？咱来读这个红色的字，好无？请，无得惊，着记得主是大头通惊，毋免惊人。兄弟姊妹，你即摆伫困苦中吗？你感觉有人咧创空你吗？无得惊，记得主是大个通惊的，所以你是爱惊啥？阿免。你既然是主的囝儿，上帝绝对要成做你的帮助，绝对要互你倚靠上帝来交济。所以咱毋是干那祈祷尔，咱爱祈祷，互咱看见，互咱有方法，互咱知影要安怎起来。尽咱人的一半的人做工，一半的人野情呢，讲啥呢？顶摆呢，就是要做作战啊。因一半的，所以因知影上帝提醒爱警醒，即便直然无要来，总是后边会阁来。所以因拍拼，而且安那日日夜夜拢无安那，拢无放轻松。连去抢水嘛爱安那，举啥物加死的。兄弟姊妹，咱爱警醒，透过啥物？透过祈祷。上帝既然提醒你，咱就爱警醒，所以祈祷真重要。咱要安怎祈祷？祈祷是上帝互咱足奇妙的恩典，就是上帝伊知影迄搁大搁难的代志，伊知影迄个方法，伊要交代你，要互你看见，是要透过啥物？透过祈祷。透过祈祷，咱甲上帝会当相合，特别是咱会当去体会到上帝迄个上帝的性。上帝神圣的本性是透过祈祷，咱甲上帝会当相结连，咱就知上帝心意，甚至咱领受上帝的恩典甲方法。人是算啥物啊？总是上帝要引咱家来同工，伊的目的是啥物？伊要互人啥物款的快乐来完成啊？耶稣用这个譬如讲，咱有权柄，安怎权柄？伊讲有人讲问伊讲，咱敢爱迄个纳税？咱敢爱交税？耶稣摕一个啥物钱，讲来，你看这个钱顶头像迄个枪甲上甲号是啥物人？安尼你就爱交互伊。所以伊会讲一句最有名，啥物？凯撒的归。是啊。迄就是因为有地面上伊有权，兄弟姊妹，咱伫地面上有权无？有，因为咱是按照上帝形象来做的款式，所以咱有权，咱的权对倒来祈祷。你祈祷，你就有权，兄弟姊妹。你讲啊，总统我连看都捌看的，我甲伊有啥物权？有，你有为伊祈祷的权，你有为你对敌的人祈祷的权。你甲祈祷看觅，你若敢？你为着你的对敌来祈祷，安怎祈祷？你爱祝福伊，你祝福伊，你阿罗上帝讲主啊，你听伊，伊即个坎站是安尼，主啊，恳求你怜悯，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因为咱有即个权。伫个咱伫互上帝创造的时阵，上帝教示咱爱安尼来祈祷，安怎来祈祷？就是三方面。互咱宣扬，咱为着咱会当宣扬，咱会当互咱家己活起来。我若无法度去工作，主啊，你会当有我有工作的快乐。主啊，我若无法度生囡仔生团济，你互我有快乐。毋是干那咱身躯上的即种宣扬，咱会当有属灵上，咱也会当有真济
即属灵的囝儿，治理咱的身躯，管理全地。咱若看咱今仔的周报第6页，才有一个蒋志雄的见证。伊为着治理伊家己的身躯，因为伊是老烟枪，伊已经改婚改讲要改吼60、70遍。伊讲吼，国父革命几遍成功？11遍，伊改几遍？60、70遍啊，改袂成功啊。总是伊一遍听到小组长甲区长讲安怎啦，治理家己的身躯。伊讲主啊，你帮助我无爱阁食薰，互我的身躯安那，互即个香烟安那用甲身躯无好，所以就开始用敬拜、学乐，甚至伊公司的对敌，拢逐遍拢甲伊落骂，拢甲伊创空的，伊嘛来祈祷，哇，感谢上帝，分解起来。虽然有一遍受到诱惑，心情有够歹的去互设计去气甲要害去。好啦，即遍人找到一支薰，讲好啦，无即遍食完就无爱去食。伊早要来点火尔，伊咧开车嘛。头前警察讲叫伊落来，创啥？酒测。结果去互伊三弄四弄要安那？无爱食薰啦心情歹兄弟姊妹，上帝有上帝办法咯。上帝有办法，你无办法无要紧，上帝有办法。只要你愿意起来，照上帝话来祈祷。所以咱会讲，咱祈祷上帝就安尼定啊，咱要祈祷创啥？咱也袂因为祈祷，拄则咱的迄个书会有讲，咱的祈祷，咱的年历就安尼尔，咱也袂因为咱搁。加济的祈祷，加烦恼，咱就加身体健康走啊！咱食好的物件，咱就延长咱的寿命，不会袂，因为咱已经定着咱偌济年日，总是伫偌济年日中间，咱要安那来运用。所以叶明翰牧师伊讲，咱的命是用上帝的话命令咱，互咱有一交开，或者咱有命。咱有即个命，是要来完成伊伫每一个人心中无共款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有一口开，这是上帝命令哦。所以咱毋通轻易，咱毋通凊彩讲我要来自杀，安尼，这是违反上帝命令。咱的性命是对上帝命令来，所以咱对好好来活每一口气，命运的运是啥物？运就是你运用，你安那运作伫有限的生命中间，伫有限的资源中间，咱无生伫郭台铭因兜，咱生伫咱家己亲爱的爸爸妈妈的兜，咱有过去真济的限制，即嘛嘛还佫限制伫的，总是主讲伫限制内面，互你有无限的气力，只要你甲无限的主来结连。咱就会伫有限的中间，咱会运用，咱会当真好来活出主伫咱中间一个祝福、命定甲主的旨意。刚好上帝美意，咱就爱我们就要全力啊！上帝的旨意，我们美意，我们要全力以赴。刚好咱靠着主，伫有限内面活出主无限的祝福。本来即个牧师就拄仔讲遐话是伊讲的，伊讲啥命运甲命定是倒位无共。伊就讲伊家己本身是克星，伊还要出世因兜的，伊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过身啊。伊出世的时候，伊妈妈阁为着伊出世身体阁用歹，尾啊，伊伫伊后壁出世的弟弟妹妹足侪拢过身，所以伊去用相命。因爸爸带伊去相命，讲伊这叫做大克星，所以伊就开始去研究啥物算命。总是伊发现讲无效，就是伊无法度超越这个算命是，若照伊讲是就是有即项代志，真诶有即项代志，总是安那人无法度逃脱即个命，敢若主有法度翻转，敢若咱诶上帝有法度翻转。所以，伊伫一天，伊要去自杀的时阵，一个光，一个声音，就是对主来。伊迄阵也毋捌主，不准。拄仔应该牧师讲，咱的命是对上帝命令，不准。你就爱来找我，
所以伊就去开始去找上帝的听。哇！伊就是甲伊本来是算命先啊，伊甲即个算命先运用伫去读足侪神学，伊要成做一个福星，因为伊带足侪人来传福音。所以咱的性命是会互上帝来改变的。最近咱一寡长老甲我分享，昨下晡足奇妙，伊普拢是足少甲我联络的，互我即句话。听讲即句话嘛是别人互伊的啦，吼。伊讲人生无一定做上好，但是一定爱互家己搁较好。兄弟姊妹，你若来遮做礼拜，转去无互家己搁较好，足可惜，足可惜的。上帝伊听话语，毋是互咱伫个遮好就好啊，毋是，是互咱的性命转去搁较好。这嘛是上帝的心意。人无可能互性命增加时间，咱拄则已经讲第3遍啊。总是咱会使伫个即个时间内，咱增加咱的生命力，增加咱的精彩。咱搁较知影是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你交代，你已经对主有交代无？因为当咱人拢有一死，死后有啥物？审判，这是真实的哦。我一定爱讲着，咱要甲主来交代即项代志。咱所做、所想的，上帝交代你的，你有照安尼去做无？也是我干那一生感觉幸福，就是我伫个遐轻轻松松享受人生安尼尔。兄弟姊妹，这就错了。因为咱的身躯会愈来愈老，愈来愈无去。咱若互咱干那知影休闲，咱干那知影享乐，足可惜的哦。因为时间会过哦。这少年定来甲我讲牧师，你会留我我会大哦，你毋通欺负我哦，是毋是安尼？兄弟姊妹，咱拢会留，总是咱嘛会死，这是真理。上帝要甲咱来算账，咱有伫咱有限的性命内面活出你的上帝交代你的无？就是上帝赏赐互你有发挥这个才调无？咱最近会前祈祷了后，拢会用这个雅比斯的祈祷。咱搁来祈祷一遍，敢好？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互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互我无抵到忧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个祈祷偌好咧，偌好，你敢知？你知无？知无？阿免吗？但是拄则牧师毋是讲吗？墨菲定律，咱一定会拄着啥物？文来来即套哈？你毋是拄则讲困难袂免哩，是毋是？哪会安尼？敢若听起来是万事亨通吗？兄弟姊妹，你若是安尼祈祷吼，甲人铿，没有两样，无啥物无共款。兄弟姊妹，雅比斯是一个，你若去查即个经文，雅比斯若讲咱的话较白，就是讲伊毋是以色列人，伊是住伫犹大支派内面的一个外国人。若讲咱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什么外劳。一个外劳来到一个所在，伊用伊上雅比斯的名叫做苦啊，痛苦啊。人叫伊的名拢叫苦啊，苦啊。这个苦啊苦啊，伊的祈祷上帝听，那听，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真实赏赐互我真做福气，人因为我得到福气，这你一定爱读入去。上帝咧祝福你，毋是要互你享受尔，两只脚翘起来，出去一开喙，毋是。上帝要享赐互你，然后人因你得福，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开阔我的境界。创啥？互我看见了后，会当出手，甲上帝你来同工。愿你的手定定甲我伫地，创啥物去做你爱我去完成的代志，保庇我无拄着患难。遮好康啊！毋是，主啊，你保庇我，毋好亲像人迄
去做犯人、互人痛苦的人。我再讲一次，主啊，你一定会保护我，你一定会互我有气力。总是恳求你呐，帮助我，唔好互别人痛苦。简单来讲，人无因你得福，反而因你得祸。不要，主，不要让我成为这样。主，恳求你唔好互我成做别人因我得祸。主要帮助你甲我，是互咱无得到忧闷，因为伊互咱有气力，面对这个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总是咱有无忧闷，因为主应允甲咱伫地。所以，当咱拄着恶担当的代志，讲主啊，求你来帮我复仇。下一句一定爱讲，愿主你来疗下我。因为主袂听你的祈祷，就是要来复仇的祈祷。上帝垂听受苦人的祈祷。咱看迄写者，毋是正房对无？结果去互赶出去嘛，吼，也要人喊啊，吼，去互赶出去，啊无水，到尾啊，伊生迄个囝号做啥？伊是玛丽，安那，逐命无水阁无药，连要求救的气力都无。反倒当因妈妈写者安那，伊是爱翕的人，可是正是做女仆，迄落做查某干的人，迄偌有气力的，你知哦？吼，迄祈祷起来吼，震动天地。主啊，你爱救我！吼，要惊人吼，总是听人祈祷的主安那应。伊毋是讲应下教哦，毋是应迄吼话足大声的哦。伊听见谁的祈祷？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迄落无法度祈祷的声，兄弟姊妹。主听见受苦的人祈祷，所以请你毋好互别人受苦哦，因为上帝会听迄受苦的人的祈祷哦。兄弟姊妹，咱若是受苦的咧，主要互咱真侪甲伊搁较亲近的机会。透过苦难，咱听见上帝一听，咱嘛无学习要安那来控制上帝，无。所以咱拄仔讲亚比斯祷告，迄毋是要控制上帝，毋是。咱要学习耶稣安尼祈祷，安尼咱会总结遐个复仇的循环、报仇的循环，即个无好的循环，迄个会停止。因为耶稣安那祈祷，咱三甲来祈祷敢好？我的爸，请。我的爸啊，若为做的，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是，因为主知啥物对咱上好，伊比咱搁较知影。阿免吗？上帝了解你无？阿免。上帝知影你的需要无？阿免。上帝知影有妥当的方法要互你无？阿免。所以咱毋好做上帝敢好？上帝知影安那才是适当，对咱是上好的。所以咱毋好想要去拍人，毋好想要去复仇，特别毋好拍家己。若是迄个复仇者是咱家己，咱家己拍家己，毋通。上帝听是要互咱来受到伊的医治。咱搭一个坎站，上帝真知影，上帝忙是要改变咱的生命。因为上帝安那讲，咱斗阵来读请。上帝所听的罪，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